第一個要介紹嘅思想陷阱叫做個人化思想 （personalization），意思咧就係咧乜嘢都覺得關自己事，係由自己引起，導致咧好多不必要嘅自責或者係內疚。例如咧，你約咗一班親戚食飯啦，咁你就揀咗一間你覺得好食嘅餐廳，點知食完之後咧就有人肚痛喎，你就好怪責自己咧，一日都係自己最需要揀嗰間餐廳啦。咁但係其實咧都唔一定完全係你嘅責任，例如餐廳本身咧都要負佢嘅責任去保障即係食物嘅衛生啦，或者來貨係咪新鮮。另外一個例子咧就係例如你約一班朋友出嚟聚會啦，跟住有一個朋友咧就已讀不回喎，咁嘅時候咧你就會諗啊，一定係我上次講咗一啲嘢咧激嬲咗佢所以唔再出席啦。咁但係事實上咧有好多其他可能性，例如佢唔得閒啦，又或者咧係其他人激嬲咗佢，但係咧你就覺得係同自己有關。要擺脫呢一種嘅思想陷阱咧，記住問一問自己係咪所有事咧都係同自己真係有關？有冇證據嘅咧？又或者係咧，究竟有冇一啲責任係其他人需要負，而唔係你嘅問題咧？